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，俄勒伊的名，因为妖花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即摆来吟圣诗174首，我心目真理的神，请起立。咱永远徛伫用主教是咱的基督文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接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必来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2篇，就是第诗篇95篇。我来启，恁来应。来啊，咱来唱歌俄勒上主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伊创造海洋、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
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创造宇宙万物、万物、掌管一切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这美好的圣日，带领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何等伟大！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阮感谢你，伫过去一礼拜用恩典甲慈爱陪伴阮，保守阮的脚步。当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搁再一届用你的话来洗净阮的罪，互阮伫世间的劳苦甲重担得到透放，安享伫你的同在甲平安。主啊，阮希望搁较认捌你，求你赐予阮羡慕的心，透过读圣经来搁较认捌你。伫教会读圣经的活动中，求你用圣神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毋但是读过经文尔，嘛是会当搁较明白你的心意。互阮毋但是听你的道理，嘛会当搁较活出你的真理，互阮伫生命中有耶稣基督的模样。面对你要到来的暑假，阮将所有的应对甲准备的活动的工作来完全仰望你。特别为着青年甲其他教会的联合短宣的应对来祈祷。另外嘛有暑假的儿童夏令营，求主你赐予这参与的青年有一个合意的心，互因伫参与的过程中体会到你满满的恩典甲面同在。除了传福音以外，嘛互因会当甲你的关系搁较亲密。主啊，阮嘛为着教会中有白听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亲自来安慰因，来医治因，嘛为着心内艰苦的人来祈祷，求你赐安慰甲平安甲因同在。即马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安静阮的心，领受你所要启示的道理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。今嘛，咱邀请雅音合唱团来赞美，因为因为是歌是圣神的轨迹。
很感谢刚刚合唱团真水的歌声。即马咱大家来读圣经。圣经记载伫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。我来读25节。我嘛要用清的水救恁，恁就清气。我要洗清恁，除去恁一切的拉残，甲恁一切的恶伤。我要用新的心想诉恁。嘛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，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石的心，想使恁亲像肉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，互恁顺坦我的律例，守我的法度来行伊。圣经读到遮，即摆咱请罗牧师来讲道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圣神降临节。上时咱咧讲圣神降临节的时阵，咱对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咱有看到平平是这个节期，抑佫有无共款的名称。咱有印象是啥物名称无？圣神降临节，啊，咱过会当甲叫啥？五旬节，真好。啊，佫有啥物节？哇！伫咱的圣经内面，旧约时阵嘛，甲叫做七七节，也是收获节啦。原来就是讲吼，耶和华的节期有7个节期，其中有一个节期叫做初守节。啊，对迄个初守节开始算起吼，7个礼拜，7749天，7749天了的过两天，第50天，大家爱自集做礼拜。咧自集做礼拜的过程中间，祭司爱负责献祭，甲迄款大收成的麦仔、大收成的麦仔，摕倒转来做的饼，也是讲人咧讲的初熟的果子来做献祭，互上帝来表达咱的感恩。所以7节是因为迄个日子的关系，收获节是因为用遮的收成的米做伙来做献祭的关系。但是当旧约时阵，迄阵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。后来有一定学者要甲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做希腊文的时阵，因用的一个词，其实甲中文也是讲台语的词组成的，叫做旬呐。五旬节的旬呐，旬是什么意思？无唔对，时的意思吼，所以五旬节就是50。意思就是你7749天了，过两天第50天，人爱敬拜献祭的时阵，这个第50天，学者甲伊翻译做希腊文的时阵，就直接翻译做五旬呐。所以后来到伫咱的和合本的中文，也是台语汉语本，咱就拢甲翻译做五旬节安尼。所以平平一个节期，伫咱的圣经，因为这个关系出现无共款的称呼的名，但是咱爱知影就是讲。上帝伫这个节期交代咱，咱得爱自集来敬拜伊，所以真欢喜。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，咱就是三个伫遮自集来敬拜咱的爸上帝。上要紧的，不管是用什么款的名称来称呼这个节期，对咱真的基督徒、真的基督教会来讲，最重要的就是圣神降临嘛。问题我唔知影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甲讲到圣神的时阵。你捌体会过、领受过、感受过无？
我毋知影你敢捌听过有迄款感受的人，甚至有感觉讲去互圣神充满的人，伊咧描写感觉讲，毋知是安那心就一直烧起来、火咧起来，毋知是安那身躯地带一直转起来。甚至有的人感觉讲，哪像是圣神咧甲我讲话，就话咧甲我讲，咧甲我提醒。所以不管安那，咱先倒转来上基本，圣经安那甲咱讲圣神。来，这是记载伫约珥书第28章这个部分的一段话，咱做伙来读。了后，我答应我的神降落予凡有肉体的，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。伫遐个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奴仆女婢，我要显明奇事，伫天人伫地人，火甲迄粉会跳，日头要变黑暗，月要变做火，伫耶和华大搁通惊的日未到的大声，到迄时，既有求叫耶和华的名的，要得到救。伫到尾日子要来进前，圣神的工有万种、百种，所以咱会当看到伫即节的圣经的描写内底，圣神的工就有无共款的状况，包括讲要互查甫查某的会当亲像做先知共款讲有言，看起上帝呼召。圣神伫这么要帮助咱，互大人得到面望，会当望见上帝要爱咱去做的事。嘛要互少年人看起异象，有上帝的眼光去看到上帝要呼召咱去做什么款的事啊！所以圣神的工无共款，但是不管安那，咱若咧读这段圣经，今仔日以西结28章进前，咱若好好去看头前，咱会当看到，就是头前圣经咧甲咱讲，不管咱拄着什么款的环境，咱都毋通惊吓。甚至咱得欢喜快乐，因为上帝伊要将迄款新的心、新的灵赏赐予咱，甚至要互咱美牛更加倍丰盛，祝福更加多。我毋知影头前迄个部分，虽然讲今仔日咱无遐尼济时间将遐全部拢读，但是当安尼听起上帝咧甲咱讲的话的时阵，我毋知你会当感受到上帝所咧甲咱讲的，要互咱丰富丰盛的美牛，要互咱祝福更加多。你感受会到吗？也是昨前工你带去菜市仔买菜倒来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吼，惊死人！奶子一斤200块，惊死人！听讲今年的爱文比旧年收成加3倍，所以价小作俗的。结果一看哈，一斤79。哪会这2、3年？咱的米牛、咱的水果、一寡菜色的价钱，拢比往前加足贵的。迄款的加足贵，毋是贵一丝丝啊，甚至是加倍咧贵。原因真简单，2项事，一项就是咱气候会变迁，得加一寡农作物的生长无介好，无介顺利，所以收成这2年来讲较少。就亲像屏东九如的迄个柠檬。听讲今年收成只有往年可能只有2、3成顶顶尔，所以有可能这1、2年柠檬的价钱无可能俗下落来。气候影响，佮包括着前几年俄乌战争落来，咱知影讲乌克兰这个所在，伊本来就是麦啊上界出产上界济的一个所在，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遮的麦啊出口直直落啊。所以人做得来歹，战争、气候的影响，毋是互咱这2、3年一寡遮菜色、水果拢变足贵的吗？若是安尼，上帝咧讲要互咱丰富的美牛，咱哪会感受会到？水果哪来哪贵啊？但是咱爱去想一项事，以西结这段话。也是伫约珥书这段话是什么时阵咧甲咱讲的？约珥书第2章这段话，以西结28章这段话是什么时阵咧甲咱讲的？
是伫2000多年前，约2600、2700年700年前，迄阵所讲的话。咱有人知影2500、2700年前的时阵，全世界偌济人无？有人知无？毋知吼？有人一直咧害头，歹势我嘛毋知呢。现在咧，现在全世界偌济人？70亿哦，80亿哦，突破80亿啊！所以我毋知影讲，伫2、3000年前，迄阵全世界到底偌济人？好啦，咱甲算做讲吼，真正有几亿遐尼济，好无？家己2、3000年前，全世界有几亿的人，但是真已经超过80亿的人口。加准咱的米粮无增加，上帝赏赐无加倍丰盛的时阵，用2、3000年前所出产遐的米粮，绝对饲袂饱咱近80几亿的人。所以上帝祝福真正有祝福伫咱一代搁再一代的人的身上啊！所以圣神的工，圣神的工不只是即款物质顶面的祝福。当大多咱看到用尼书，包括讲有可能咱会看起上帝呼召，咱有做面梦，咱会看起一寡异象，想到一寡事的时阵，迄拢有可能是圣神咧甲咱做工啊！所以咱莫只有看到旧约，咱来看新约。新约的使徒行传来，咱嘛做伙来读一遍。独独圣神临加恁的时，恁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、变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2000年前，主耶稣安尼甲咱讲。2000年前，主耶稣咧甲咱讲，福音要传遍地极到全世界的时阵，真有安尼成就啊无？有哦，全世界各地拢有无共款的基督教会，无基督教会所在，咱嘛常常看到一寡宣教士哩啊。所以咱会当看去，主耶稣咧讲行洗礼，约翰是用水甲咱人行洗礼。主耶稣不只是用水甲咱行洗礼，主耶稣要互咱的是用圣神来甲咱行洗礼。当这个圣神会当甲咱伫地同工的时阵，咱一定会去感受到迄款的感动，迄款的快乐，会当互咱有高压稳定甲能力去传福音，去分享咱手中所有的米互别人啊。所以圣经嘛咧甲咱讲，圣经甲咱讲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圣灵的感动是啥物？圣灵的感动有当时啊，就是一个念头。有当时啊，就是一个感动；有当时啊，就是一个想法啦。所以咱看到伫使徒行传嘛，安尼继续甲互咱看到，伫迄个圣神充满的初代教会，伫迄个圣神充满的时代，每一个信徒将教会事工，将迄个实的价顶救赎的稳定，甲家己的使命相连结，甲家己的未来毋望相连结。所以咱看到初代教会、初代信徒因开始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初代教会史啊！这群人、这群教会开始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教会宣教史啊！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咱通看去，当主耶稣受掠迄一暝，受定十字架的时阵，伫身边做门徒甲信徒，走的走，倒的倒，因为迄甲性命有关系啊！所以当主耶稣受掠迄一暝，走的走，大家倒的倒。但是当圣神充满的时阵，当圣神将这款的温书能力赐落这的门徒、信徒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去，圣神落这的淳朴的渔夫开始有能力放胆讲道，开始大胆去传福音。圣神的充满，让一大群连名字都没有留在圣经里的无名信徒，在短短的30年间，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地中海附近的区域去啊！所以你有影这，上帝予咱的恩典，不只是讲迄款十字架顶的拯救、救赎安尼尔。上帝恩典是赏赐咱圣神，予咱会当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生啊！所以咱看去一代搁一代有多
互咱钦佩的信徒，因正做主耶稣上界直接、上界有力量的见证。剩落来换到咱即代啊，换到咱即代了后，咱若听去看去的时，咱愿意领受，愿意相信，愿意尊坛去做，愿意欢喜去分享嘛。进前，我甲师母捌有一个机会去甲一个乡中心的教会。迄个乡中心当然就有乡公所、有警察局、有消防队，其他乡的图书馆、乡的幼稚园边仔有国校、国中，还佫有几条闹热的街仔路。第一到阮去的时阵，阮就看到哇，袂歹呢，有一群青少年，啊有一群儿童伫遐。原因真简单。即间教会足趣味，就是讲吼，伊本来是伫大路挖入来一个巷仔底4巷，即个大路挖入来巷仔底，国校、国中就伫边啊。所以正常来讲，咱若对教会也好，也是对国校、国中要互相行来行去的时阵，咱会行即个巷仔出来外口的大路，才有法度去到国校、国中的大门。但是我所讲的趣味，就是讲无呢。即个教会边仔就是国校，国校有一个围墙啊，隔壁安尼隔出来迄个界限，但是迄个围墙吼有开一个小门，即个小门互国校这边甲教会要互相往来的人，直接行迄个小门就会当两边走啊，无需要挖出来外口的大路。过去即间教会嘛，运用彩虹妈妈进入国校，运用得胜者教育进入迄个国中。所以，遮个国中、国校下课了后，有一寡爸母就足意爱，互囡仔，不管是国校、国中的学生来甲教会遮有一个课后辅导班，就是因为遮个课后辅导班，互遮个囡仔习惯来甲教会了后，遐个囡仔就留的。啊，无讲实在话，遮个囡仔来甲高中了后，因为迄个地区无高中，所以要读高中就一定爱外出去啊。但是透过彩虹妈妈得胜者的教育，就安尼，互一个世代的囡仔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。所以迄阵看到的时阵，我会感觉讲，哇，真甘心！即间教会才会当工肯安尼长期来做这个事工，无拍算3年了后，有一遍的机会，我甲师母去到迄个中间，阮发现讲啊，遐国中生哪会规定拢无去啊？遐国校的学生日子里学的剩5、6个，迄个5、6个中间，哦，感谢主，牧师家己生4个，所以阮就发觉讲，哪会到阮顶一道去的时阵，遐青少年、遐囡仔，哪会一阵多无去？所以伫遐咧教牧师咧开讲的时阵，伊讲足可惜的，足可惜的，即个囡仔咧教的过程中间，话代志都想袂通。因为遮毋是基督徒的囡仔来甲你教会，当然咱教会会甲因做一寡品格的教育，甲因做一寡信仰的教育。但是不管安怎教育，来甲教会一定有上基本的要求，就是讲来甲教会毋通食薰，毋通啉酒，毋通煲槟榔，毋通跋筊，毋通讲三字经等等。所以我过去捌拄着有青少年捌来过教会，感觉讲。哦，迄去供庙遐较好耍呢，供庙遐较趣味呢，是安怎？你也一个国中生去甲供庙八正石遐，你肯啉酒、食薰、跋筊、夹，甚至食毒品，有可能你遐八正石会甲这国中生讲你厉害、你赞。但是来甲教会了，这袂使、迄袂使、迄袂使，无趣味。我真正捌听过有国中生安尼讲过，所以。这个牧师拄到的嘛是这个世代新的一寡囡仔因的想法，所以伊拄到就是讲有一遍，伫迄个教会大门口有2、3个青少年，伫门口遮咧食薰，所以牧师看到当然就去甲苦劝讲来教会毋通食薰啊，食薰对恁的身体无好啦。这个中间毋知影讲到怎起冲突，因为囡仔会感觉讲。啊！你规定是规定伫教会啊，阮伫门的外口，迄叫毋是教会啊。我踏过来就是教会，我踏出去就不是教会；我踏进来就是教会，我踏出去就不是教会啊。所以呢，感觉讲我伫门口食薰啊，你佫甲我管遐济创啥？所以当因安尼起冲突了后，即2、3个囡仔后来不但无来教会，我相信即2、3个应该嘛是囡仔王才对，
因为有法度去影响到其他的国中生规定带离开无来教会，不但安尼尔，包括因若家己有弟弟妹妹伫主里学的，共款拢带走去，所以忽然之间无去，忽然之间规个无去，所以因就爱佫必须要对头顶来，对迄个低年级、中年级的国小学生佫对头顶来，安尼有忝无？有忝无？但是无法度，这就是遐囡仔家己的选择。当遐囡仔选择教会咧，甲因关心，教会免费咧，甲因做客服班的时阵，因若无法度领受到即款教会对因的关心，安尼就真正无法度啊。但是同款，咱倒来看以西结的时阵，以西结这个年代，已经是因为以色列人过去做真侪无好的事，做真侪上帝无意爱、无介意的事了后，国已经灭亡啊，人已经受掠、被掠去波斯这个地区啊。但是当以色列伫遐咧传道理的时阵，犹原有侪以色列人无愿意听，因为心硬啊，因为心硬啊。伫这个状况，咱嘛只好真可惜，因为以色列人照理讲是领受着上界侪上帝恩典的一个民族啊。但是同款顺利的事、顺利的时阵，甲所有的代志拢当作是理所当然；无顺利的时阵、无顺利的时阵，就离开上帝。所以当以西结伫咧传讲上帝的道理的时阵，伊拄着真侪困难，拄着真侪的批评啊。但是感谢主。以西结这个上帝所差派、所呼召的传道人，伊无惊吓，无失去勇气，无失去伊的热诚，继续传讲上帝的道理，甚至佫将遮宝贵的以西结书留予咱较近犹原看会到。所以今仔日经文咱所读到，上帝要用新的心来更新咱可能较硬的心嘛。所以这段经文咱佫做伙来读一遍。我要用新的心想事恁，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，佮要对恁的肉体中拄起亲像石的心，想事恁亲像肉的心嘛。短短一几字，你有看到啥物无？才无几句话，你有看到啥物无？石的心，佮有咧。新的灵，佫有咧。我想咱来讲其他的3个点就好。第一个点，确实像咱拄讲的，石的心、肉的心。石的心，伫希伯来文内面，其实嘛咧甲咱讲一个顽固的心，不愿意改变的心啊。肉的心咧，甲咱讲的，就是一个较柔和、较敏锐，会当有感受的心嘛。其中这个。亲像石硬的心，相对应的就是高傲、自大、排他、批评；肉的心，这个较柔和、柔软的心，就包括谦卑、接纳、良善啊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伫这个时代，以色列国已经灭亡啊，以色列民已经互掠去波斯这个地区做奴隶啊。犹原有人作铁齿，无愿意听上帝的话。但是以西结所传落的好消息就是，不要紧。不要紧，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伊犹原咧等待咱回头啊！只要咱肯回头，这款肉、这款肉的心、这款新的灵，犹原要赏赐予咱啊！所以讲到新的灵，希伯来文这个灵，也有风的意思，也有这个气息的意思，也有道德良心的意思，有人灵魂的意思，有上帝圣神的意思啊！所以这倒等于咱大多啊，若是咧讲到有人感受到圣神的时阵，无共款呢，大家描述无共呢，甚至你倒去圣经来看旧约，看较新约，讲到圣神的时阵，描述不一样呢，是安那？是安那？因为希伯来文的这个字，灵的这个字，就已经甲咱讲掉。有人感觉圣神亲像一阵风，有人感觉圣神亲像换命的气，有人感觉圣神亲像一个灵感，亲像一个闪过去的想法，有人感觉圣神亲像伫咱内心内底不断的提醒咱迄个道德良心嘛。若是安尼，
迄个笔内文，即个字咧，甲咱讲圣神，就包括遮嘛，包括遮嘛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圣灵有百百种的功，圣神的功有百百种，有可能是直接甲你讲的，有可能是透过别人来甲你讲的，有可能是真正介入了，有一寡神迹奇事，互你去看到、你感受到的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嘛亲像一句话同款，忽然出现咧，甲咱提醒啊。这拢是圣神的工啊！第三点，咱来看，伊咧甲咱讲，你们是复数啊，单数？复数嘛，大家拢知啊。咱是复数嘛，咱是复数。你啊，伫现在的时代，咱足强调的是咱个人的隐私，咱个人的自由，咱的个人的什么啊，安尼咱一群人是复数。上帝毋得爱想数，咱足济无共款的心，你也一个，各取所需，也是咱家己拥有一个心嘛。但是啥哩？这段经文讲到咱的时阵是复数，讲到上帝所要想赐予咱的灵，所赐予咱的心的时阵，怎变单数咧？因为上帝要想赐予咱的是一个合一的心啊。上帝要想赐予咱的是一个咱愿意更新、愿意突破的灵啊！这个心、这个灵是温柔、谦卑、良善的啊！所以是安那，上帝的特质之一，就是慈悲怜悯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伊无爱有一个人无认捌伊，上帝无爱有一个人无得到救，而遐沉沦啊！所以咱会当看去，平伫迄个时代的时阵。先知但以理受到呼召，伊伫乡宫内底做作权的官的事工。但是先知以西结，上帝呼召伊的是伫民间一般的人来传讲上帝的道理啊。这两个先知的环境完全无同款，因所面对的状况嘛，真正无同款。但是因平行出来，拢是一个好的见证。荣耀上帝的性命，所以其实咱咧看以西结书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去一个真实的信仰，咱嘛会当看去一个信实的信心啊。所以不管环境是安怎，有顺无顺，着咱的意，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咱的性命、活命中间，咱真正爱去想看卖一个，有最上帝恩典伫这个中间帮咱保守咱。所以，以世界相信就是讲，当人甲天父上帝真正会当有一个连结、真实的关系的时阵，上帝的圣神就一定会甲咱同在。所以，刷落来，就是，当咱每一个听到、看到的囝儿，咱要安怎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听主，咱的父上帝来听咱的厝边。这是咱的生命有关的，这是跟咱的生命有关的。特别是咱面对现代的社会，变数真正足紧的，迄个变数真正足紧的。就亲像前2-3礼拜，咱的亲子教育讲座同款，就用真实的方法来教示咱安怎教咱的囝儿三个斗阵，教咱的孙啊安怎斗阵，去了解因真咧想啥。啊，无就亲像讲，我捌去过一间教会，真正爱甲伊拍爆啊！迄间教会大概咧做礼拜时阵，有3/5咧做礼拜的人员，拢是30岁以下的社青、学青。你无听毋对，高中生的学青拢总离迄间教会是足自然的，拢总爱参加做礼拜。所以高中生、大学生、社青。占因3/5的人数，但是这个牧师嘛是咧感叹，过去吼，因为因甲国校、国中有保持足好的关系，所以因才有免费的课辅班的时阵，国校、国中的老师过会将一寡囡仔家己外口拍走的，隔代教养无人管的，也是经济有问题的学生，拢总介绍来教会这边来读册、读课辅班。所以这学生嘛是共款安尼，一个世代一直礼拜。话当然嘛有离开的，伫外口食头路，但是话嘛安尼就留落来啊。
这个牧师嘛是咧讲，过去送来的囡仔吼，甲真正有啥物款的行为、品格甲无妥当。牧师娘咧甲因讲的时阵，咱莫讲甲吼，啥物立正站好拢袂顶当一，上无嘛是拢徛好好，专心听牧师娘安怎讲，听课辅班的老师安怎讲。但是真的囡仔吼，你也甲加讲两句啊，后礼拜无爱来啊。所以咧，甲这囡仔陪伴沟通的过程中间，有无共款的方式，有无共款即款的咱的心，拢爱甲早无啥共啊。我毋知咱家己做爸母、做阿公阿嬷的，你有去感受到无？就亲像我相信，可能咱的兄弟过去嘛，应该安尼吧。有可能较早的时代，咱也真正看到牧师伫遐咧举扫帚咧扫地，有可能咱毋敢互牧师做即个事，只要看到中职伫遐咧摆桌啊椅啊。咱少年人看到，就爱赶紧走过甲帮忙啊！应该咱少年的时阵拢是安尼吧？甲看到中职伫遐咧无用，伫遐咧摆桌啊椅啊，咱拢会走过帮忙。但是真诶囡仔无拄拄呢。进前我就捌拄过，讲我伫遐咧扫地，伫遐咧扫地，高中生徛倒遐甲你看，甲你看。牧师，遐无扫清气哦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无共款的世代转变真紧。但是我嘛相信，当上帝愿意将伊的圣神赏赐予咱的时阵，咱有讲到，如果这是一个更新的灵，这不只是咱家己的生活、咱家己的性命会转变。咱的生活、咱家己的性命转变的时阵，面对咱的囡仔，面对咱的工作，我嘛相信，咱嘛会当不断来适应这个世代啊。所以今仔日以西结这话其实嘛咧甲咱讲，咱是毋是愿意静心来领受、听叹上帝的话无？若是安尼，咱是毋是愿意用分享的行动，互更较侪人有迄个机会来明白主耶稣进入上帝国无？我相信，当咱的信仰生活会甲咱行出一款分享、见证的生活的时阵。这不只是看到咱家己的付出尔，伫咱的付出的中间，圣经一直在甲咱讲，咱会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但是我甲牧师娘，阮伫咧牧会过程的中间，我相信讲不止哦。咱看嘅是那像咧付出、咧操练、咧付出、咧操练。但是上帝伫这个过程，不只是力上加力、稳上加稳尔，佮互阮信心佮加加添信心。荣耀更加加添荣耀啊！所以，愿今仔日以西结的这本书，若是会使，咱倒去会当好好来看，好好来看讲上帝到底咧咱讲什么款的话，做伙来祈祷。阿爸，俾阮的上帝，伫圣神降临节的主日，阮以爱你这三个主节来敬拜阿罗你。阮来感谢你，透过做这的前辈因所留落来，甲阮讲这的经文的话语，不断地提醒阮，着一遍又一遍来领受你所赏赐阮不断更新的心，领受你所要赏赐阮合一的灵。愿你的帮赞，你的同工，甲你甲阮的同行，互阮的心心灵会因为安尼有份伫你的上帝国内面，充满着活力甲喜乐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175首，新的地，新的天，请起立。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灵温馨，新天气，新创造，我们爱灵温馨，新的天。
请坐。即摆咱来奉献，请梁家宏、陈其正执事来书献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。请圣灵伫阮的心内中动工，更新阮的性命，互咱得到安慰甲快乐。礼拜了后，请大家劳保互相请安交谊，请到地下室来做伙享用爱餐。第二点，小会报告。咱接纳廖佩琪姊妹的会籍，对家中北营教会端日分会，廖佩琪姊妹有伫现场，欢迎。第三点，今日中昼12点半伫6楼要召开圣乐小组的会议，麻烦请同工会当预留时间来参加。第四点，本会的幼儿园特别伫即礼拜六上午10点伫教会地下室举办招生说明会，欢迎兄弟会当帮忙来介绍，若有需要会当找杨园长来了解一寡讯息。第五，北中妇女部东区即礼拜六下晡1点半伫本会礼拜堂要举办感恩联谊礼拜。第六点我先跳过，咱就无所谓补充。第七点即马咱已经周部已经无要引出顶礼拜的讲道啊，若有特别需要的人会当伫1楼的招待桌遐来摕另外嘛，欢迎使用周报第4版顶悬的 QR code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而且有一个事项，大家兄弟的报告就是讲。最近每一遍咱若中执会咧开会时阵，会用足侪时间讨论到一寡设备歹去，一寡设备需要修理，甚至一寡设备经修理甲毋知要安怎修理啊，会当换新的无？我想应该足简单的，包括讲咱后伫楼骹咧食饭啉咖啡，就知影讲咱的咖啡机伫前1-2年就开始有一寡故障。伫今年的春节进前，毋知是啥物状况，2台做伙歹，佫歹共款的所在。结果咱一送出去修理要到3礼拜半的时间才送倒转来，毋是因为咱的师傅袂晓修理，是因为无零件修理，爱去调零件。厂商嘛咧甲咱讲，咱迄咖啡机是家用型的尔，咱规间教会遮侪人安尼甲炒到10年啊吼，有够啊啦！
但是咱的中职真顾家啦，就是讲吼，会当修理尽量修理，修理甲无法度修理才来换新的。问题是3月初修理倒来了后，其中1台前几工佫出问题啊！啊，这是较细项的物件哦，包括讲像咱3楼的音控室，听讲前几年就有一寡状况，啊嘛有咧讨论是毋是爱换新，还是安那？但是我相信，咱若对音控这个物件有小可概念的，就知影讲，咱3楼音控室，咱若要较简单型的吼，会当用就好啊吼，有可能几十万起跳。啊，若要较专业一丝丝的吼，爱几百万的。咱若要迄款专业型，有可能爱上千万。所以对进前听讲，这几年来有讨论过，但是每一遍讨论着听着讲几十万偌济的时阵，啊无就是会当修理，继续修理。但是进前听讲吼，咱是修理到什么程度，你知无？这机种伤旧啊吼，要修理无零件通修理，所以咱爱去找迄个旧的机种、旧的零件绑落来，到咱3楼的音控室来修理。哦，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就是讲每一道咧讨论这诶事的时阵，拢会有一寡压力伫的。哦，包括讲前几工，咱的行政啊，咱的事务陈干事佫甲我讲，无事，我想有啥物代志哦？1楼的电视歹去啊！足想要甲讲吼，即个歹去的代志，你莫甲我讲啊！哦，但是这就是咱一寡电子的产品，遮侪年一直用落来了后，拢有一款的状况，当时要出问题，咱拢毋知。所以包括讲，伫咱周报第6点所记载，互咱知，就是讲，当咱1楼便所要修理，当一个电子面板等等，这2项的支出尔就需要60万。所以我相信讲，这对咱教会目前的状况来看，甲遐尼济代销的物件，确实是一个压力啦。包括讲像6楼的饮水机，最近嘛修理2、3遍啦。所以即嘛咧看这个状况，有法度修理的好无？所以伫这个时阵，其实伫对咱的财会统计这边过来，有一个真趣味、嘛真赞的部分的讯息，就是讲，咱的对内对外奉献伫过去的5年吼，对内对外奉献伫过去的5年真好哦，有的部分是增加的哦，表示讲吼，咱的兄弟听咱家己的团契足听的，奉献的对内，吼团契奉献是对内奉献，教会袂使去动。咱嘛对上帝国的事工足支持的，所以像顶礼拜玉山圣阿姨来募款的时阵，咱就足愿意为着因来支持因来奉献。包括讲有可能甲咱关系较密切的台神就好，不止台神会来募款，咱的奉献，咱还佫有一群足甘心的兄弟，因佫组成迄款的台神后援会，逐年佫另外为因奉献。但是咱嘛知影讲，这嘛无啥够，所以咱的宣教基金每一年嘛会佫拨一寡款项来帮忙台神等等。像这就是对外的奉献，对外的奉献咱嘛袂使动，所以对内团契也是奖学金呢，咱袂使动；对外的奉献咱嘛无可能动。剩落来，咱咧运作规间教会规年趁天落来这运作费，其实就是来自经商费。经商费只有2种，一种是咱的约定奉献，一种是咱的感恩奉献。但是对咱的财务中心这边所来的资讯看起来都无太特动。过去的5年，咱是每一年拢咧减加落来。但是咱看到，因为咱的教会哪来哪久，这设备哪来哪久，有可能伫最近这段时间，甚至过去未来这1、2年，咱会需要一大笔钱，而且无共款的修缮、甲换新、修理的部分。所以，毋则讲用这个机会，甲大家耽误几分钟的时间。咱也讲咱的经济能力许可的话，咱会当伫这个约定奉献、甲感恩奉献这个部分，咱来继续支持教会事工。以上。好，教改消息，遮会当来家己来参考吼。另外是因为赞美之泉，2020咱22年的巡回，会当去1楼的报告栏来参考。另外，大多数项，请大家特别为着第3点吼，教会社区的一寡手机班、乐智班、长青乐活、幼稚园，还有南门国中的社团，吼，一个短宣队等，为遮的事工来带到，好报告到遮。咱即摆来行平安礼，咱拢诚是一家人，请起立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做
做上帝行你，咱拢正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的子民，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的革命，因为耶稣咱有做我的人生。唱圣诗396首，咱要线会求主赐福。请唱了，请牧师来接导。愿被上帝光今日照伫咱，愿被上帝开阔咱的境界，佮保守咱的心心灵勇行。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稳定甲疼痛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，圣神的保守甲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甲弟弟，对即时一直甲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，列岛议会。